維茶是萬病之藥，普洱茶對身體有益嘅內含物非常豐富，佢可以調節同埋平衡各個器官嘅功能同埋運作，身體健康咗，自然就少啲病痛。所以品茶唔單止可以修心，仲可以養生。我係楊德偉，普飲茶葉嘅 CEO， 一直專注於普洱茶同埋陳皮嘅研究，亦首創出廣受歡迎、方便用保溫壺都可以沖泡嘅普洱陳皮茶磚。普飲嘅理念亦希望可以飲得簡單、飲得健康。尤其對普洱茶，我哋從選料至到定案、調試過程同埋生產要求都非常嚴格。我走訪過雲南各大小茶區，就係為咗尋找更優質嘅普洱茶，致力將更好口感同埋滋味嘅普洱茶品帶俾市場。做普洱茶同埋陳皮，我覺得能夠幫助到有需要嘅人，在同時又係興趣嘅工作當中，充滿着使命感同埋幸福感。呢啲都係令我不斷前進嘅動力。我會繼續努力，為大家提供優質嘅茶品同埋食品。